今天是2005年9月18号，8月15，咱们课是第55次。先复习上次，今天任务也不多也不少，正好是3页半。好，128页，下边第15节。好，咱们先读一下啊。今天咱们抓紧时间。迪拉米帕村都马钦巴尔都。迪拉米帕村都马钦巴尔都。桑贝登都拆巴来。桑贝登都拆巴来。你确认给你们的？你确认给你们？寄给他吃了。寄给了马吃了。推猜你阿别。推猜你阿别。下届的学来。下届的学来。玉米干的。玉米干的。推内寄给寄干的。推内寄给寄干的。张玉林给米他们借对的。张玉林给米他们借对的。推下了接近学所。推下了接近学所。推测西人西的给包汤。推测西人西的给包汤。鱼年月给包米。鱼年月给包米。寄垃圾米嘎位。寄垃圾米嘎位。大都米都毛。大都米都毛。可不让起的。扎堂可不让起的。给龙都有道。给龙都有道。卡塞尼3把张给。卡塞尼3把张给。卡塞若加糖单把让酒我。卡塞若加糖单把让酒我。北美错了俺把他。北美错了俺把他。马对把样俺给读。马对把样俺给读。黑蛋去南给做了汤汤。黑蛋去南给做了汤汤。让我切做了康你了。让我切做了康你了。日都内吧。日都内吧。韩季都混给猪把人在了。韩季都混给猪把人在了。开给炸瓦让那西给对。开给炸瓦让那西给对。特给塞巴爱通。特给塞巴爱通。色东通那南给酒。色东通那南给酒。嘎瓦通那特给绝。嘎瓦通那特给绝。大马翁白去那。大马翁白去那。寄绝吧他们借。寄绝吧他们借。切都来米切班儿。切都来米切班儿。他们借让给班儿给寄。他们借让给班儿给寄。给龙就包寄垃圾。给龙就包寄垃圾。哈班儿干嘞。哈班儿干嘞。着那样喊寄着。着寄着。读那样喊寄读。读那样喊寄读。去麦讲囊内。去麦讲囊内。苦难季家人年月都同哦。苦难季家人年月都同哦。长塞父母推大梁。长塞父母推大梁。索索尔拍马当。索索尔拍马当。比你爱班现代帕索。比你爱班现代帕索。军高铁。军高铁。比你爱班角儿吧。比你爱班角儿吧。亲包汤单把西个娘。亲包汤单把西个娘。黑嘎略茶。菩提云丹西落度。菩提云丹西落度。济江东。
即将动。就到这儿吧，咱们下边开始今天的啊。下边这个语气这个副词，这个就是现在讲的是语气副词啊。前头讲了一个就是肯定的，叫挨班略记着，就是都是肯定语气。现在讲一个否定语气，这个否定语气啊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一个是用的量大，再一个就是要跟咱们汉语习惯不一样。肯定语气呢跟汉语习惯一样，你就不用怎么记住它挨班就是肯定一定，哎，你就跟读字似的就读了。这个呢，它这个用法呀，跟咱们那个汉文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会如果不用心记一下，你会误解。所以这个规则咱们认真一点啊，就是记住它有跟汉语不同的地方，看哪儿不同啊。语气副词一是麻，这个迷呢一般就是不的意思。这个麻呢，它是两个，就是一个是没有，一个是不要。哎，谓物就是谓就是没有做什么，再一个物就是不要怎么样。这个迷跟麻呢，用的这个场合呀，有这么个微细差别，都是否定。说这两个字呢，在句中做状语，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前，这个跟汉语一样，不干什么，不在前头。修饰动词或形容词表示否定语气。当动词或形容词为复合词时，注意这是跟汉语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这个动词跟形容词啊，它不是一个单词，它是两个单词组成的复合词的时候，迷麻位于其末音节前，就是它老是在最后一个音节前头。你要是有两个词组成的一个动词呢，它插到它俩中间，就是这个意思。哎，这个跟汉语的习惯不一样。汉语是这个迷麻呢，整个动词跟形容词前头，哎，这是不同之处。再看后一句，当动词带鱼尾时，就是动词本身，比如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词，它又带一个鱼尾，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动词就是一个单词，它也带个鱼尾，等于也是两个虽然不是一个复合词，但是呢它是两个单词组成的一个动词。这个时候呢，迷麻位于鱼尾的末节音节之前，就是说这两句话可以记成一个意思，就是它这个否定词永远是放在最后一个音节的最后一个那个音节的前头。哎，因为藏文跟咱们汉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一个字一个音节，这也省了很大的事儿。不像这个其他语言啊，音节跟这个字啊是两回事儿，一个字可能是4、5个音节。汉文、藏文一样的，就是一个字一个音节，所以一说音节之前，其实就是一个字前。好，这个就记住这个迷麻用的这个跟汉语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用的那个词是复合词，就是也不管复合词还是带鱼尾，反正就是两个音节的话，它要在最后一个音节之前，也就是插到它们中间。咱们来看具体的例子啊。首先看这个迷的例子，迷用于形容词词根之前，注意形容词这是没有说的，就是说不是什么样子的啊。后边动词啊就有区别了，或者在现在时、未来时动词之前，也就是说这个迷啊一般不用在动词的过去时之前，动词的过去时之前啊用那个麻，哎，动词的现在时、未来时之前呢用迷。或鱼尾，就是那个动词，比如说有助动词，那就成了鱼尾，比如说且、掐，比如这都属于助动词，就是前面有一个动词，它呢做这个动作，将要做这个动作，跟成为这个动作、形成这个动作、变为这个动作，这都是属于助动词，这就叫动词的鱼。如果有鱼尾呢，它要放在鱼尾之前。哎，这个前头咱们句子也见过，就是没有明确的提出来过。表示否定语气，语义为不。哎，迷的语义就是不。它用在动词前头的时候呢，是一般用在现在时、未来时之前，不用在过去时。过去时之前用麻，记住这个。再一个，记住一个大特点，就是它永远是用在这个它形容的那个后边那个东西的最后一个音节之前。哎，咱们来看那个例子啊。挨帮，我的百姓，帮就是老百姓，平头百姓，哎，大众民众。秋雨米年吧米月，秋雨米年吧米月，秋雨
秋雨，哎，多读几次。你即使是我讲课，你也可以练习跟一下。是富，哎，是这个财富富，钱多。淤是穷，爬后爬抵消了，所以呢，那个乌读一声，后边再加拉读淤，哎，是穷的意思。咱们说贫富，这个藏文里头是富贫，哎，咱们翻译的时候还给它这个按照汉语习惯就说贫富。米念吧，这个念吧是什么呢？念吧是平等、平均，哎，平等、平均。你看那个记这个词儿念满这么记，中间一个鱼哈，一边一个马，就是两边平等，哎，两边平等平均，谁也不偏不倚，哎，而且记住这个“呀”前边一有前加字，它是读那个平声，所以这也是平等，是吧？哎，读平声高调，所以呢平等，两边都是两个马，一记就记住了。这后边前边一加弥，这就是一个动词。注意这个“呀”巴的“巴”不是所谓的鱼尾啊、复合词啊，不是，它就是一个动词，哎，只是一个那个它的那个名词化词尾，这个不算啊。所以这个一个字呢，就放在它的前头，就是米酿吧，就是不平等，哎，不平均，哎，这就是最简单的应用这个不。米是适当、恰当、适当、恰当、适宜、应该啊这一类的。这儿呢，米就是说不应该，这个动词呢也是一个音节，所以这个米就放在它前头，这就跟汉语一致了。你看整个句子就是说我的百姓，然后看最后的动词不应该出现前边的情况，不应该出现什么情况呢？富穷不一样，哎，贫富不均，就是说应该大家都这个，这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就是理想状态，但是现实呢永远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呢，我们一般是作为人的一个理想，就是追求要大家那个平等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就是那个追求的目标老跟现实不一样的，才会作为目标追求。好，咱们来读一段啊。爱帮秋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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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念吧米月，米念吧米月，米念吧米月，米念吧米月。哎，这是最简单的米的运用。咱们再看下一个啊。打桑林的隔壁土木，打桑林的隔壁土木，打桑林的隔壁土木，打桑林的隔壁土木。我桑是铜，金银铜铁的那个铜，这个详细一点是紫铜，可能紫铜跟黄铜还不一样吧？紫铜是发点红的那个是吧？紫铜发红。对，桑是铜，陵是州，是那个一个，就是表示一块地方、一个地区、一个区域。这儿呢，直接它就译成是同州，就是一个地名。哎，的国王的女儿，我是同州的国王的女儿。哎，这是一个人自我介绍啊。这肯定是被别人救了，或者反正到别人那之后呢，别人不认识他，他来介绍说我是这个同州国王的女儿。下边接着介绍啊。新嘎嘞琼马尔秦贝，新嘎嘞琼马尔秦贝，新嘎嘞琼马尔秦贝，新嘎嘞琼马尔秦贝。新嘎是要直接译音就是僧家，就成了那个僧团那个僧家了。实际上就是那个这是叫西兰，原来咱们译，后来现在叫斯里兰卡的那个地名，新嘎拉，斯里兰卡。新兰是哪里？啊，西兰啊，西兰那个就是那个金银铜铁锡的锡，那个蓝色的蓝，现在就是斯里兰卡啊。对，原来就是西兰，原来译西兰，
西嘎拉可能，这个当然藏文又是从那个梵文，所以它那个音呐，它也就变了一些。辛嘎拉大概西兰啊，大概那一开始译的人们就把那嘎给省了，哎，这后来就斯里兰卡，谁知道它这个怎么译的啊？那个语言一变啊，有时候那个音节呀、字母不一样了。这琼妈是媳妇儿、新娘、老婆，这个就是叫什么妻子，哎，日是就是叫具体业格或者目的语格，哎，秦是给为妻子，也就是把她嫁出去。嫁成谁的妻子呢？嫁成那个辛嘎勒的妻子，也就是说，你看下边译的是嫁给僧切罗为妻。哦，这是一个人，哎，这有可能是一个人，对，这是嫁给一个人啊，辛嘎勒琼玛日钦白。注意后边那个钦白后边加了一个撒，就是把整个句子加了一个撒，就变成了这个是一个元音句。由于嫁到那边这个为妻，后边呢发生一些情况，发生什么情况呢？给错儿除恰内，给错儿除恰内，给错儿除恰内，给错儿除恰内。在大海里，那个然是地点语格，在大海里啊，除是船，一个是船，一个是角，就是三角四角的那个角，哎，恰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破裂，一个是断绝，两个意思。恰破裂，一个是断开、断绝、间断。这个地方显然是在大海中，这个船呐破裂了，那是破裂之后。达扎米西索写，达扎米西索写，达扎米西索写，达扎米西索写。我这个写是说，我说主语，就是说什么呢？说我扎西得来，扎西得来是吉祥如意，扎西就是吉祥，哎，这是一个动词，结果呢或者形容词，它呢扎米西，它本来是说我不吉祥，就是因为她嫁给那个人为妻之后，一坐船呢，这个船让那个浪给打翻了，所以这个人就说他不吉祥。这个汉语里头说不吉祥，就是应该是米扎西，这个米扎西。但是呢，藏文注意它这个词序上有一个就是否定词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之前，所以是扎米西。记不详，哎，记不详，对，知不到，哎，就是记住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是译的时候啊，你记住，它是否定整个动词的，不是光否定后边那一个。哎，达扎米西索斜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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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不吉祥，婆，扔掉，抛弃。文言一点就抛弃，白一点就扔掉，抛弃。抛弃里头含有一个舍去，这个抛弃啊，一般这个也说不上是好坏，你抛弃好的就是坏，抛弃坏的就是好啊。这个舍去好像有点好的意思哈，舍，哎，舍去就是我这个好像就有点褒义。那个他倒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扎米西，你查字典的时候其实应该查扎西是吧？哎，对了，所以你记住这个啊，这个应该想到，就是扎米西你怎么查不到，所有的动词它两个复合词都可以拆开，所以你查的时候一定记住这个规律，就是它是米扎西，就是查扎西，不要那个中间把那个米去掉，知道这是他写的时候的一个说的时候的一个那个词序问题。对，查的时候查扎西，对。好，咱们来读这句啊。达桑林给包普木，达桑林给包普木，达
桑林给给别普木，打桑林给别普木，新加勒琼马尔钦贝，新加勒琼马尔钦贝，这个新加勒也可以读成新加勒琼马尔钦贝，新加勒琼马尔钦贝。也就是说，3个音节的词啊，你可以读前2个音节正常读，后边读一个轻声，也可以前边2个读，后边读一个重声。哎，这个你根据它的词义什么自己去处理去啊。下边，加错儿出恰内，加错儿出恰内，加错儿出恰，加错儿出恰内。打扎米西索斜坡，打扎米西索斜坡，打扎米西索斜坡，打扎米西索斜坡。好，下边再看一句，说语巴他们借，语巴他们借，语巴他们借，语巴他们借。语是家乡，加一个巴就变成家乡人了，就是老乡们，乡亲们，这个父老乡亲们啊，语巴他们借所有的父老乡亲们。这译了一个是所有的村民，也就是说，他这个语巴呢，不是，就是指的一个村的人，然后啊，主米给，主米给，主米给米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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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很重要，粮食，就是谷物的总称，什么麦稻、青稞，反正就是谷物的总称，粮食，粮。这个不是咱们现在粮食，但是咱们现在称面粉什么这个是叫成品粮了。它这个粮食就是指的那个麦的呀什么那些东西，粮食。还有一个意思，第2个意思是一颗一粒儿，就是那个粮食不是一粒儿粒儿的吗？一颗一粒儿，有时候也可以做个用，一个，表示一颗一粒儿，2个意思，一个总称，一个比较小的小指。下边呢是米给，米是用眼睛，米通位就是没有看见，后边加上呗，就是由于眼睛没看见什么呀？没看见竹。这个地方说没看见粮食呢，还是没看见一粒儿呢？都有这个意思，就是没看见一粒粮食，一粒粮食也没找着。结果由于这个原因，后边怎么样呢？后边的结果就是母雀肚松毒，母雀肚松毒，母雀肚松毒，母雀肚松毒。母是哭，后边是雀肚松，这是一个这个词组了。松是走往前走出前边的结果来，读就是表示一个方向，走到哪儿了呢？走到了雀是什么东西呢？雀是断绝，就是那个断，这是个动词断。说走到了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哭到，这就是一个语言里头的一个习惯用法形容词儿，就是这哭到什么程度啊？说哭到了这个断气儿的程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哭得非常厉害，就是嚎啕大哭，哭天撞地，就是这个反正就是一塌糊涂吧，就这意思。走到断就是哭到了断气儿的程度。读，咱们说过，读跟动词之间如果没有八日，就是亲身体验、亲眼看到，是这个就是现量见的。如果要是动词跟这个读之间加一个八日，就是推测出来的，就是隔一层，就是这个猜测是这么回事。现在呢，就是他看到了村民们由于一粒粮食也没找着，所以可能是遭到什么大灾难了吧，比如说海啸啊什么，一粒粮食也没了，所以呢就哭到了断气儿，就是因此嚎啕大哭。这个谜是在这个通卦前头还是正常的，就是说动词前，动词前头，这是比较正常的。咱们来读一下啊，语巴他们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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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米给米通位，主米给米通位，主米给米通位，
竹米米通为。母雀笃松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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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没看见是这个看见是通位吗？刘老师？通瓦通瓦通瓦。他要是加在后一个音节前，应该是通米要。我刚才解释了一下，那头一个就是叫这个米酿吧，这个酿吧呀，它是一个动词，就是所有的动词啊，如果作为一个这个单词用的时候哈，它要就是加一个吧呀，加个哇呀，不算复合词，不算复合词。这个就是它就是一个动词，你说的时候它就带个吧，这个不算。它没有实质性意义，它是跟着它那个名词化的一个东西，没有实质意义，不是复合词。这个读完了啊，读完刚才就想说一下，就是这个母雀笃松笃，这个笃呢，咱们因为初学，一开始呢，咱们都是读的比较重、比较认真，就按照那个正确的音读。到这个真正你说话读的时候呢，一般他们那个最后一个字啊，一般都读轻声，就一带就过去了。咱们这你读轻声，到时候大家听不清，还练习不了正确的读音，所以咱们就都重读。翻过来啊，签儿爹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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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词儿，雨，风雨的雨。掐儿两个合起来，是雨。雨这个，这是一个是动词名词，当然都可以用了啊，就贪欲。咱们前头也见过贪欲。这个囚是小鸟，囚小鸟，也可以是小老鼠。咱们前头不是学过那个启发嘛？启发是老鼠，囚是小鸟或者是小老鼠。合起来呢，签儿蝶贪雨的鸟，这是什么鸟呢？字典上就叫燕子，它那个地方译的是雨燕，那个字典上就是干脆就是燕子，你就记上燕子。他这儿说是雨燕，不知道是这个单独的一种燕子，还是它是加出来的。就是贪雨的鸟就是燕子。咱们说这些啊，都是为了帮大家记单词啊，跟这个就是它的实际什么含义什么不一定这个合啊，咱们就为了记单词。贪雨的鸟是贪雨的小鸟是燕子，这样的话你三个单词的意思你都就记住了啊，雨贪小鸟。公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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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是渴，干渴，口渴，渴。如果做名词呢，就是饮料。公就是渴，拿就是如果。这个燕子呀，如果是渴了也，这个如果是渴了呢，它也不会做后边的动作。这个如果呢，就译成了即使，就是你根据这个句意啊，就是它渴了，它也不会做后边的动作。就是即使，这个拿可以译成即使。即使语言口再渴，你看口再渴，这又给加了这个汉语的那个表达的词。但是你就是把这意思理解之后啊，你用汉语里头最恰当的字来表达，所以这都是这个翻译的好的表现啊，不是不准确。下边啊，说他渴了也怎么样呢？撒拉破北秋米通。撒拉破北秋米通，撒拉破北秋米通，撒拉破北秋米通，撒地拉在地上，破落下来，降落下来，降落。你看破吧，这就是一个词儿，降落到地上的，降落到地上的米通不喝，就是雨燕儿它就是口再渴。那个落到地上的水，它就嫌脏，它就不喝。那就是说，它就喝那个没落到地上之前的，那就是在贪雨，那就是他喝水是在空中喝的，或者是说喝其他的什么干净水，反正就是落到地上有泥的水，它就不喝。这是习气啊。签儿爹求公那样，
철퇴 지우 곰나양 철퇴 지우 곰나양 철퇴 지우 곰나양 사라 퍼베 추미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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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头一句那个拿羊都读成轻声比较好听哈。你看过那样，过那样好像好听一点。好，咱们来这个下一句。铁泥凝结让心间，铁泥凝结让心间，铁泥凝结让心间，铁泥凝结让心间。他呢？这个地方不知道是指的谁，下边给译出来了。上边这正在说一个圣猴，这个圣猴啊，看来他既然称圣，估计是佛菩萨化身，很有可能是释迦化身。说他呀，凝结是慈悲，凝是心，结就是慈悲，慈悲心，悲心就是慈悲。这个词儿就是慈悲，就是慈意是悲心，慈悲心，译的时候直接就译慈悲。慈悲的养心本性，像自己那样，那就是本性了，就是本来面目了。你看，如自己本性本来面目，就是本性。慈悲本性兼具有。他呢具有慈悲的本性，实际上就是这个大善根了。实际上这个本性指的是这个就是性格啊什么，他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习气，有这样的性格。下边啊，星罗堂窄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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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是木头或者是树，罗本来是年月日的年。数年合起来就是树叶儿，数年合起来就是树叶儿，星罗树叶儿。和窄部是果实，咱们前头好像学过，窄部是果实，也是因果的果。树叶和果实干什么呢？藏给搓，藏给搓，藏给搓醒，藏给搓醒。藏给就是仅仅用它，你看藏给加上一个这个句格，这个藏本身呐没有内容，它是指仅仅以用这个树叶和果实，它是这个就等于这给是加在整个句子上的，就是这个藏就是加了一个只是以树叶和果实用它来干什么呢？搓是什么呢？搓是这个养育，这个养育包括这个养育孩子，也包括养育动物，就是包括饲养的意思。养育就是或者用一个字儿译呢，就是活，就是活的那个活，以什么活的？如果俩字儿就是养育，用什么来养育自己？养育别人，养育也就是以什么为生？以什么为这个正命吧，就是养育活，这是它的这个基本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医治，这个用的不经常。说仅仅是以树叶和果实为生，或者是为食物，或者是说仅仅是用它们来生活，用它们来活，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猴子呀，本来猴子应该是素食动物，但是后来这个时间长了呢，成杂食动物了。它有时候也吃那个肉啊，但是这个圣猴呢，保持本性，就吃素，你看这个吃素证明是大乘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习气啊。不过这个如果是佛菩萨化身的，另当别论。那因为他已经证圣位了，他的化身完全是他的那个报身，他的圆满报身，这个就是指挥的，他圆满报身的一个就是完全一个幻影，所以那个就完全另一回事了。当然，从根本上说也是他的这个习气，也是善根。下边啊，行就是和什么呢？说恰了拿命，
说恰巴南米亚，说恰巴南米亚，说恰巴南米亚。说是生命，恰是形成，形成生命是什么呢？就是动物。这个动物啊，说恰本来应该是包括人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在这地方可以包括人，因为它是猴子，哎，可以杀人。哎，对，它这个地方可以包括人。咱们汉语也是，你看这个藏汉这个词啊，那个汉语的动物啊，实际上也应该包括人，但是一般人们说的时候呢，是不包括人的。哎，这个他这个也是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包括也说人是高级动物。哎，对，所以他这个也是，它包括一切有情，但是这个这个地方正好它就是包括一切有情。拉就是对于动物，拿米亚就是拿么是何时，就是任何时候也，任何时候也怎么样呢？菜碗米切豆，菜碗米切豆，菜碗米切豆，菜碗米切豆。菜是损伤、伤害，菜损伤、伤害，菜碗就是伤害，米切豆是不做伤害。这个词呢碰巧了，你直接就这么译说不做对动物什么时候也不做伤害，这正好那个跟汉语啊能这样译。实际上它应该是这个，就是汉语应该怎么译？就是说按照汉语的词序应该是还不伤害做。哎，对，汉语的应该是那样，就是它这个做伤害应该是挨着的。菜板切就是做伤害。然后呢，汉语的语气就是米菜板切。对，米。哎，对。但是呢，它这就是藏语的这个习惯呢，就是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之前，所以就成了菜板米切豆。哎，有的呀，你看这个还能译通，不做伤害；有的呢，你要是扎米西，你这个就极不详，这个就它就译不通了就。所以就记住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啊，这样一说就有印象了。好，咱们来读一遍啊。铁泥凝结让心坚，铁泥凝结让心坚，铁泥凝结让心坚，铁泥凝结让心坚。星罗堂窄布藏给错，星罗堂窄布藏给错，星罗堂窄布藏给错行，星罗堂窄布藏给错行。说恰了南米亚，说恰了南米亚，说恰了南米亚，说恰了南米亚。菜碗米切豆，菜碗米切豆，菜碗米切豆，菜碗米切豆。再来一句啊。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如果即使，哎，这是一个假设，假设。这开这是一个词啊，假设。你给由你做主语，你干什么呢？假设你怎么办呢？假错亲多喜秋，假错亲多喜秋，假错亲多喜秋，假错亲多喜秋。假错大海，亲高大海还是大海？喜四加一个的，四大海，四大海。这个四大海的秋，哎，四大海的水，这个，印度这个四大海，就不知道它指的是哪四大海了，具体不太清楚啊。这个就是印度有印度的，你看印度河，它好像也是4条河呀，4条大河，所以要熟悉印度的这个情况，你就知道它指的什么了。这个四海也有可能不是这个指的咱们南赡部洲的四海，也有可能啊，可能指这个更广范围的四海，比如说东南西北海啊什么，反正就是说，这意思反正就是所有的水，哎，都拿来是。如果你用这个四大海的水干什么呢？是啪棒，后边可以不送气，啪棒，破是始落下，跟上边那个咱们刚就是这一页最上边那有一个破，
这个是自动落下，降落是本身叫自动动词，自己这个自己降落。这个啪破，这个是使动动词，是使降下，就是咱们讲过，一个是东西自己动，自动破，它降下来，那个降下来的水就是水降下来，这个是人用四大海的水降下来，就是你把四大海的水都倒过来，都即使清四海之水，就是使四海的水都从天上降下来。这个破布后边加一个旁，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重复最后一个字母加上个麻，代表或者的意思，代表或者，就是你或者是用把四海的水降下来，然后后边一或者后边肯定还有一个并列的选择，或者干什么呢？后边几龙有备，几龙有备，几龙有备，几龙有备。几是一个意思是风，刮大风的风，还一个基本的意思是机智、机警、机智，就是很聪明，很这个敏捷、机智。一个是机智，一个是风，在这取风的意思，龙也是风，美龙，这两个合起来的还是风。风，然后游是什么呢？游是一匹布的匹，但是它好像就是形容那个一匹布那个游，不形容马。它这个就是咱们汉语里头是那两个字重了，但是在藏文可能它不是一个字，就是一匹两匹的匹，这个就是一匹布的匹，一个右开口的框里头一个儿子的儿，那样。还有一个意思，一片，一大片，或者叫一派，那个一派大好景象，形势一片大好，一派一片就是一大堆，说有吧，就是一派一片风，那也就是说，弄很大的风，就是全是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就不是说一匹风、一块风、一个风了，一片风，全是风了，也就是指很大的风。呗就是加上仨就是用，或者你用多的风非常大的风，干什么呢？皮鞭，这个皮是什么呢？就是吹，用嘴吹喇叭，吹乐器，那个吹。一个是吹。你就记吹奏吧，吹奏，就奏乐的那个奏，三横一个人，然后下边一个天，吹奏，吹奏乐器的那个吹，烧火两个意思，这个地方就是取吹的意思。为什么要取这个吹呢？因为这个是人吹，就是说这个风是你那个让你给吹出来的，就是你想办法把你念咒念什么人给吹出来的，说。你用大的风来吹呀，就是野，你用大的风吹，或者是你用四大海的水灌，或者你用大风来吹，也怎么样呢？也血板敏丢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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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吧是那个塞巴的那个，就是杀死，而且是杀死。杀死一个抽象意义就是消灭，就是说它不见得是动物，你那个动物是杀死，它要是比如说那个一个线上一个什么东西你也可以把它消灭了，也可以就这种意义。这个地方呢，看来用的就是这个消灭的意思，就是血板消灭，抿丢就是不能够消灭，你用清四海水淹，用那个大风吹，你也消灭不了它。就是那灯嘛，舍利弗的。对，咱们前面有学过，对，那就是那个一个学大乘的女的，发菩提心女的点的灯，舍利弗说白天点灯也没用，我给他灭了，怎么弄都弄不灭，有可能这种，就是因为他这种不灭，这是根本性的，所以他就是你四大海水对，你看用水灌，用风吹你也灭不掉对。
也不能灭。你看，这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用的是消灭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修心呐，这个心的力量修出来了，那是能造一切啊。什么怪现象都可以出生了，都可以产生了就。好，这个语法意义就是最后这个，本来应该按汉语说呢，应该是血瓣底儿就是能够消灭，然后呢不能够消灭，把这个米放在前头，插在它们中间，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之前，所以呢它是血瓣抿流。咱们前头也见过这个现象，现在把这个语法的意义呢确定下来，就是说动词要是复合词，两个音节以上，那个米呀要放在它们的那个中间，要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之前，就是这么一个。尤其是这个扎米西，你记住，就基本上就这个把这个现象记住。好，咱们也读一下啊。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开的，家错亲包，喜求破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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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龙有备，吉龙有备，吉龙有备，吉龙有备。皮江血瓣抿丢了，皮江血瓣抿丢了，皮江血瓣抿丢了，皮江血瓣抿丢了。好，再来一句啊，再来一句就休息。别别嘎欠，别别嘎欠，别别嘎欠，别别嘎欠。国王的这个先说后边这个欠，欠是遗嘱，遗书遗嘱。这个嘎是话的敬语，遗嘱前边加一个嘎变成敬语，就是国王的遗嘱，那就是圣训了啊，这个不一般了，所以加一个嘎敬语。国王的遗嘱下边意的是国王的这个遗训啊，就是显得庄重一点。嫡囊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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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里面就是这个就是指前边这个不是指前边啊，就是说它又是指前边，它又是指后边，就是说嫡就是这个国王的遗训，指后边呢就是说在这个里头说后边的，在这个里面呢，一个忙给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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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一个是文字，忙的是太多，这儿还带一个句格，为什么带句格呢？后边这个动词多是怀疑、担心、怕，怀疑、担心，这个怕就是那个担心的那种怕，就是我怕他弄不了，我担心，实际上就是担心跟怕是一个意思，不是那个害怕，怀疑，我怀疑他弄不了，我担心他弄不了，这个担心的意思还是为主的，多。整个这个句子，整个这段什么意思呢？一个忙给多，就是他担心什么呢？担心就是文字多，担心文字多。他为什么担心文字多呢？就是说他写一个遗嘱啊，他怕写的太长了，就是太啰嗦，就是你看下边意思叫因恐文字冗长，就是因为他可能要交代的事儿比较多，他又怕写的这个啰里啰嗦的文字太长，乃还可以说由于这个原因，乃不是有从的意思吗？就是从这个考虑出发，从这个担心出发，从这个担心考虑忧虑出发，担心文字太多，从这个出发，产生了后边这么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是养打扮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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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咱们熟悉《心经》里头有叫真正的，这个真实的、正确的，还有一个很经常意思就是非常、十分，就是加强口气，最基本意思就是加强口气，养打扮。但是它的那个本身，你看，塔是什么呀？塔是清净，塔是清净纯
纯洁正确，纯粹。阳就是又嘛，纯而又纯，那就是这个就是非常厉害，就是非常顶级的，就是非常。杨达班是个副词，它来形容这个后边的动词，说后边有什么呢？有这个三星结班米车索，三星结班米车索，三星结班米车索，三星结班米车索。三是明显，三是明显，就是下边意思叫清楚，三就是使它明显的显现出来，就是把它明了显了，把它弄得显得很清楚，就是使明显。行和这个什么呢？别班，别班是什么呢？详细，别班，详细，清楚详细的来写，谁是写，谁不要仨就是写的这个现在时。因为他这个遗嘱已经写完了，所以用过去时。谁就是写，写呢还有一字画，写画是一个词，这个地方遗嘱肯定就是写了。然后说马，注意这个地方呢，我忘了讲这个上边的语义，这个地方出现了，你看啊，反过来讲上边那两句，马用于过去时动词之前。表示否定语气，这跟那个迷是一样的，表示否定语气。但是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呢？麻是用在过去时动词之前，就是现位。迷是现位。麻就是什么呢？说表示没有做过，表示你看未没有，就是表示无，没有做过这件事儿，所以呢，他没有完成这件事儿，没有做成这件事儿，没有做过这件事儿，所以用过去时，麻跟过去时配合。是表示没有的意思。注意下边啊，它也会用使动词之前或者形容词词根之前，这个时候呢表示阻止的语气，就是说别这样，不要这样，勿就是不要，就是如果麻用在现在时动词之前呢，就不是表示不，而是表示当然也是不的意思，但是呢它是那个说不要做什么，别做什么，它有这个意思。所以有这个微序区别，慢慢的呢，咱们在句子里头注意来熟悉它们的区别。迷跟麻稍有不同，都是否定，但是呢，它语义上稍有不同。咱们来看现在这个啊，现在这个是用在一个过去时动词前边，就是没有写。然后咱们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下边这个，先不要这个麻，先不要麻啊，这个咱们这么样理解，先不要麻。先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写，说怎么写呢？用了两个八日，八日就是状语，形容这个写怎么写，是一个是这个说，这个不是，养达巴啊，不是形容写，是形容那个塞形叠，就是养达巴不是非常吗？说非常的清楚，它是形容这个后边这两个形容词，然后这两个形容词再加个八日。这整个这一句呢，去形容写，说写的是怎么写呢？是非常清楚和详细的写。咱们先把麻去掉啊，你就理解正确了。就是说，这个语法关系就正确了。养达巴形容这个塞跟瘪班形容是非常的清楚跟详细。然后这个非常清楚跟详细，整个这个词组加个八日。他又来形容谁呢？形容谁？就是非常清楚和详细的写，然后在这个整个句子上加一个麻，就是没有非常的详细跟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怕遗嘱写的太长了，所以呢，就是没有写的特别清楚跟详细。这个。词序上没问题，就是一个谁，所以呢就直接前面加麻就行了。然后这个理解意思，你就记住这样理解。藏文的意思经常啊，那个有时候你会理解错了，就是这个迷麻这个啊，你怎么保证理解对？你就先把这个迷麻拿出来扔掉，先看整个句子的意思，看
明白了他要做什么动作，再给这个整个动作加一个不要，你就理解对了。如果你要是一开始直接就按照那个词序来读呢，有可能就给译错了就，可能这个里头大家注意这个语法现象啊，就是理解的时候先把咪跟麻拿掉，先理解他要干什么，理解好了之后，然后整个否定，这个咪麻在最后一个音节前头，但是实际上它是否定整个动作的，一定要记住这个，一定不要这个就直接译到那个是直接译到那个位置上，不要这样啊！记住这个，这是今天学的一个汉藏语表达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到时候会影响你理解错误。这个国王就是松赞干布啊。好，咱们来读一下啊。给别嘎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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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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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忙给多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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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本儿三行给本儿你拆索。杨大本儿三行给本儿你拆索，杨大本儿三行给本儿你拆索，杨大本儿三行给本儿你拆索。